觀眾朋友，今日個好無歡迎收看福喜來，我阿明哥劉浩明。也今年因為社會風氣嘅改變，指甲嘅美容啊，能講美甲一件事情，其實越來越多年輕嘅細妹也好，其實佢喜歡嘅一啲美容嘅方式。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有一啲12年嘅美甲店嘅調解員，啊，等下徐依琴來到我哋現場，佢可能分享講，當初啊，嗬，你學到美甲，你到一件嘅指甲嘅一件事情，我哋馬上放喺今日來賓，我哋徐依琴來到現場，依琴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屏東聯絡嘅徐依琴。依琴今日歡迎來到我哋現場嗬，因為通常一開始我哋都要同我哋觀眾朋友講，其實依琴開有12年嘅，其實其實算過於12年前，其實美甲一件事情嘛，唔係講幾流行嘛嗬，但是我哋要同觀眾朋友講，其實當初你遇到一件嘅乜個問題啊？我當初係因為我嘅係藝術指甲嘅問題，像我以前還是都親好藝術指甲喎。我嚟過多年以後，我都講好，我數字呢個出，我用我數講個自卑哦。等我出社會做事以後，我都講我嚟做一下數指甲。一做都做咗3年人哦。其實講，我數指甲嗰種有改變嘅哦，較唔會去壓抑嘅。其實工作方又冇乜個順利哦。都想講，咁我可情況有乜個條路好做冇？因為嗰陣啊變也不多啊，又全部都乜個好條路哦。係啊，一般公司咧，攏想我請啲太學生嘅畢業生，我想講咁我嚟學啲技術好嘅啦，係啊。一般來講啊，譬如講，而家我講新年嘅我壓數字嚇，我講咬手指、壓數指講，譬如講，因為其實會有乜焦慮啦、壓力啦，你這個想法，其實還是做乜我想到我應該數字咯。如果我晚上可能意思可能常常不媽媽啊，考試考唔好，所以其實我都好緊張，都開始會定壓，應壓真係都壓了10多年，其實為到我改變我藝術指甲嘅習慣啊，因為早期係做數指甲攏做水晶指甲，其實都是真貴哦，2000人哦，當初4年又冇按到，我就想我當個舊時冇按加起去用係重做，其實想講去前啊，慢慢來明年安尼做事吼，我定後團啊，我團到係真係數指甲地步啊，真係數指甲都會輸送，久以後其實你要數指甲輸送以後，你做事嘛冇方便，係想講如果咁樣我喺幾家會做技術嚟吧，係咪個方便？我都可以幾家講，乜個時間做一盤，做一場，那唔好用幾家輸送，係啊，其實都開始對數指甲有可是把興趣啊。咁後來你自家去，譬如講去做數指甲以後，又真是改善到你自家去會壓數指甲嘅問題。如果長期來做嘅話，其實做水晶指甲，我慢慢嚟改善我壓數指甲嘅問題，而且2000都壓係咧，唔敢壓真咧。然後常常按嚟做下以後，可是我發現，伊雖然攏係做個長。做個獎，唔過長期來到對根本來講，伊冇解決我原本嘅問題。雖然我個小心壓，唔過因為留得太長吼，冇去重做嘅話，你做事情我拗團啊，拗團其實我真係數指甲如果留下，攏會輸送。長期安尼做好了，其實我數指甲還是冇法度留一個獎。因為例如講，雖然講你這個壓數指甲嘅問題，講也不習慣啦，已經冇因為2000元嘛，唔肯定壓，但是因為會團起以後，人家會數指甲會輸送，不是變成人家數指甲還是冇辦法改獎。但是我想問一下，從早期嘅我那個水晶呢種指甲來講嘅話，而家嘅矛盾。會變我哋人類嘅做數指甲，因為冇頭戲會變質冇？唔會，因為早期水晶指甲其實伊係一種嘛係樹脂類的東西，所以其實伊覆蓋喺人家數指甲當中，伊其實唔會對指甲有造成任何的色素沉澱的問題，所以冇乜個太大的影響。頂多我哋做美甲師嘅人，我哋長期使用水晶顏料嗰種揮發劑啊，對我哋身體較傷害啊。對能夠傷啊，嗰種其實對數指甲來講嘅話，其實亦唔會有乜個輸送。真的係唔會對講一件事情，如果想盡辦法，除了解決問題之外，話我邊個講？錯，嗰時幾時你學乜嘅？嗰時我都想講，我過嚟救國團去學數指甲，可是學嗰度，我剛剛有興趣哦，我嗰時每禮拜學我又講個浪費時間，學1個點鐘太少，我都去請老師個專業一些老師去學習，學起以後我都講，
我有兴趣，希望老师教我更多一些技术，哈，我都多把一些钱。啊，其实想讲，我为了准备讲，下摆如果我真的要出来做事业，还是做一个小小工作室，需要累积一些客源和经验。啊，我都希望讲，去老师这边去做一个实习生。啊，其实做了半年哦，都没钱的哦。嘿，乖乖去做半年，啊，学习美甲的流程，啊，可以免费做年学慢趴。好，老师很高爱，嘿。可是等于其实你都要学下个技术，吼，只是嘛花过多功夫。但是后来这个我技术以后从头讲诶，你其实团体两专业团体，可能这个我以下技术以后，你这个我感觉到讲，唔单止讲啊数字甲要一个习惯无诶，同时也要数字甲嘛变健康诶。有。啊，刚刚做光疗以后，我数字甲，自从我去搞我做业的技术以后，啊，刚刚我马个时间去调整移动各方面。而且我刚刚嘛可以帮助更多的生意呢，如果生意我艺术指甲吧，好，也就慢慢我带生意人来点来做矫正，从也就来矫正的人啊，然后建议伊讲，如果人家生意呢我艺术指甲，我改变伊个习惯，来长期来来点的做一个半年的矫正的时间，吼，下摆做贵去，做伊个习惯改下后，你较唔好注意做压伊啊，而且我哋可以困数指甲做过培训，用生意呢唔去夹伊，去绑伊。好，2个礼拜过来检查一遍，用生意呢可以下摆讲改下个坏习惯，数指甲上个讲出去，那唔要讲纯出去处。等下不一样啊，讲唔到清楚，可能迄西来人啊，唔是讲，马上就讲，嗰种爱数指甲法可以去美甲店矫正，也很蛮个意思喏。意思讲，如果像以为艺术指甲还没术后冇做任何东西，那有法度牙。啊，等于人啊点来做光疗指甲矫正以后，我哋有一种。就是专门在帮小朋友矫正伊，那唔艺术甲，从做过培训的吧，数指甲那无法度去压伊啊，嘛无法度去刮伊啊，嘛唔可以白白的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，安尼咱唔会输个粗。有安尼服务哦，有我安尼点样有安尼服务。嗰种其实能够做到发现到讲，其实有的位生意呢，真是我因为讲，你讲讲从以前的生意慢些些啦，后你因为俺数指甲，俺在讲其实输安尼唔多讲，嗰种妈妈我带伊去强能讲可以解决嘛安尼问题。可以，迄样啊，你唔知呢？你想讲，我冇想到讲，其实伊咧美甲店其实话我可以解决安尼问题，嗰种唔单是讲提价个品质，表现唔按好压，同时嘛可以讲改善伊啊，有时有的用生意用白的咧，我白安尼一层一层牛皮牛骨用啊吼。嗰种其实也要讲好好无？我感觉有哦，因为从我去加入一个亲身的经历，老板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我可能讲，如果长期做下来，人家数指甲绝对会变强，因为无法度去拔伊，又无法度刮伊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提早发现安尼问题去矫正的话，伊都唔会安尼顶压伊啊。怎么长大我像安尼，我个自卑，讲去甲输安处。尤其係細妹啦，嗬，細妹問你睇嘅時陣，我因為講指甲嘅數上嘅唔正，嚇，但是你做到安尼矯正來講嘛，其實一方面也會指甲確康落個結，嚇，我個盤至少可能會健康。係，至少有時細妹唔會感覺到講，因為指甲嘅一啲習慣，嚇變成安尼。咁後來指甲學一舊，那開始指甲出來開店咯。差不多好嘅1年啦，而且嗰時我個上網嘅去美甲老師嗰邊做實習生，啊，然後我咪有開始拜託我嘅朋友、佢我嘅親戚幫我做練習，做一個數指甲嘅累積嘅經驗。啊，做一差嘅時候半年後，我都跟老師講，剛我可以出去接年項目，老師嘛講好，我都去做行動美容，啊去美容SPA館。好，去發名片，問老師講，拜託老師講，有年下可以介紹俾我，啊我嘛可以先去做，好可能你甲伊愛服務嘛，啊老師如果慢慢來講，你要服務我甲伊哦，吼，啊我如果有年下，我都打電話問，啊拜託來我哋點嘅服務，啊嗰時可能我帶嗰度嘅東西，啊嗰時可能準備泡腳嘅盆咧，好毛巾。還有嗰度美甲工具，吼，其實可能去我都擺無法度做啦，因為東西太多誒，所以我攏時下啊做一點誒，仲可以辦下去，然後再開始做年下，做完咱開始再辦商場，就安尼維持1年的時間。等於如果對於更加開始，你即個可以一對一的接面客，好，同時嘛去考驗到你即個喺人客嘅面前，即個服務用誒，嚇，睇下人咧，睇下人係咪對人嘅一啲作品有感覺到滿意嘛，吼。嗰種其實嗰時節，你係咪都開始已經8年來嘅工作室係都專心就做美甲師誒？
错，我其实都已经辞行我去甲工作，因为我其实都想讲，我记了要专心去做我的数字教，我如果够用心去学习，够用心去请老师学一条技术，而且嗰时嘅我想讲，为到我做开店的准备，所以我都搁3忙去到处去拜访一条老师，让我有安尼机会去做研学，去磨练我的经验，啊，顺便累积我去甲研学嘅客源。因为你这个讲开业12年了嘛哈，等于讲而家讲的故事差不多12年前，差不多13年的事情。其实在台湾的沙比来讲，南部来讲米甲一件事情其实嘛冇按流行。好，可是其实在推广来讲的话，我会困难。其实我开店我遇到嗰度嘅瓶颈，如果冇任何资源的情况之下，你都需要养嗰度名片，吼，还有嗰度宣传单。挨家挨户去递名片，像我嗰时开店的时候，我还会去亚企业。好，还有去菜市场，还有百货公司门口，到处摆一条宣传单，让人下地讲，我也新开的店有去开了一片。而且早期其实开店的时候，一般来讲，12年前其实咱一边路边摊较多，嗰时候有安尼店面去啊，所以我嗰时想讲啊，我去甲如果开一家店的，后面以后来店的服务较好，因为伊就安尼，佮享受一些。过去的服务，后面伊感觉讲做方人的感觉，如果跟一般路边摊的指甲较无一样。冇错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如安的想啊，但是店的开下去吼，又不一定的啦。可是我们发现到讲，其实当初我哋以前伊当初比到解决这个压数字甲的问题，可是个伊开始伊学米甲，最尾开一家店，但是也要店的还没开过顺心哦。休息下喎，下个节目我哋冇同讲。翻过来福起来嘅，上个节目来自我哋联络嘅刺鉗嚟到我现场，同我哋分享讲，当初做马一开我哋嘅自家嘅美容，如今我哋讲嘅美甲店，我再请问一下吼，迄轮开美甲店以后，你即个遇到最辛苦嘅事情係乜嘢？嗰時嘅其實新人來講，吼，去做一家店嘅，我養嗰度名片，吼去亞企業啦、菜市場，還有百貨公司。落尾去做一個宣傳，發單的本人，讓人家哋講哦，開一家店的。啊，可是我做呀，可是我開一家店的時候，爸爸媽媽嘛其實個反對。唔可以安心可以佢哋細書細腳做乜嘅？以前辦公室的工作做如何，找人去打天咯，唔是安辛苦。啊，我都去講，其實更加做數字架，佢以前冇一樣。以前那我手術手腳，更加可能技術都有做數字架嘅造型、矯正的部分，靠蛋架啦。还有一些卷甲，好，还有压数字架的矫正，其实跟它技术的多元化，没像你以前看到的安呢。而且早期10年前，爸爸妈妈对数字架开店的东西较无安了解，唔知嘛讲到艺术指甲，因为迄传统的乡下地方，你会谈到讲，反正你手术手脚你会唔毛。啊，可是等来开店1、2年后，慢慢做有一些成就，因为讲，哟，嗰种爱摸有个厉害一些的哟。吼，慢慢的事业嘛越来越好，伊就开始较认同我也咧做也咧工作。啊，虽然讲我爸爸更加无吹啊，不过至少我搁3忙搁努力的阶段，伊有看到，吼，搁愿意陪我安尼一路走下来安尼。因为其实蛮唔可以怪伊啦，因为其实喺早期嘅伊个农业沙非地方，你要数字架需要按章，能用嚟做事咯。好，所以嘛，其实对早期人来讲，你要数字架冇按长都可以嘅，冇想到讲，第一可以矫正，好，伊可以改变嘛个原来伊个，譬如讲头讲可能数字架改入去啦，吼，跟那一个问题。听伊讲，唔知冇以为想到讲。好，数字架总按讲能用嚟做事，好，那可是我就变成讲，冇想到，但是都更加来讲嘅话，更加細摸嘅幾多年，好，跟我講，你們手指甲弄那麼美，請問你們怎麼打電腦？伊就講這樣打，全部用指腹，係啊，是那個伊的 V 都做數字架，伊能開發出一種新的技術，用嚟打電腦，用嚟打書機嘅，可是變成講，其實慢慢的12年來。也變成一種新的一種潮流，變成他們認為想做一件事情。我說其實蠻冇怪的，因為其實真的農業沙皮地方，一種行業甚至話一種技術來講，其實伊都真的唔生疏。但是係對的細來來講話，
我感觉到其实也是一年来吧，对以前我能讲做素食甲，都更加啊米的看到米的生活都会在我能讲一个机器前面，你係咪同人觀眾朋友，我講我哋觀眾朋友南門人來說米，他講。至少對你概念要生意人來，我能講米用就是咁樣米用來講，也要變化很樣，好冇？一早起來講素質感，我哋開始都先搽素質感油，好最簡單的松顏色，天的顏色成松，天嘢都慢慢嚟做咗彩繪，好對水彩出去畫東西，畫個面下都一做一講，好做到重重嘅水晶指甲，嗰啲上面覆蓋的塑膠片，塑膠片用嘅甲片，啊還有咧水晶指甲係另外一種，係用粉，去用人家素質感變粗，然後再慢慢嚟再演變到更加所謂的天然橡膠材質的光療，吼，這是周圍的 LED 燈，你用人家素質感嘛，係變講，啊唔過意思唔是講一定要做一重，你用原本的素質感去做入清講誒。嗰種伊唔係用漆上去係咪？伊嘛係漆上去，只是伊嘅材質群。指甲油材質某一樣，指甲油幾乎都會天然，幾乎都會化學劑，較毒，較粗。啊，人哋更加做嘅光療係一種天然橡膠嘅材質，做起係拿來補牙齒用嘅，然後演變成隨時做素質甲用，係覆蓋係真嘅素質甲好。嗰時等於你講，咁見幾多時我把牙嘅素質甲拿去變咗嘢從天賦，係天賦用嘅，伊是邊度做嘛咯？味道因為走灶，走灶哦，嘿，更加橡膠材質要靠一個 LED 燈，佢用伊走那會灶啊，灶那會漿啊，那會附着在人家指甲上。做起咩安尼噴噴啊，無都在天上安尼，嗰個更加用伊個紫外線燈去走伊，錯，根本就係走伊久啊。一般來講，可能你嘅如果我哋一般嘅指甲流程差唔多做1.5鐘左右。啊，一米一層一層送差不多走10秒到30秒左右，啊，只是你兩雜數輪流走，時間當然會再長一些啦。因為如果要做造型吼，做嗰度東西疊磚啊，還是做一些彩繪、手繪、卡通嘛嘅，你都會反覆地走，每上一層都走一層，然後會走。哦，安尼係啲嘅。唐風啦，嗰種人做模型嘅時間啦，哈，做模型嘅時候，同模型上色，嗰種人家嘅底彩一色，哈，然後我哋走一邊，好，然後嗰種人哋叫咩啊？譬如說做埋嘅，譬如說戰爭嘅傷痕呐，哈，磨埋個炮彈嘅傷痕，然後又把佢哋，如再塗一層，然後再走一邊，都其實同我哋嘅，我哋講海牙嘅烤漆其實佢相同，都可以。7層都靠一邊，7層都靠一邊。哦，怪唔得意思，其實有人講，嗰種嘢要擦呀，哈，不然滷到，嗰種你嘅算是我那種保修廠嘅吧，哈，可能一下5000元都這種派。但是嗰種講，你要嘅國土，嗰種長度唔會太吧，哈，去做美甲，2000元都夠以。伊嘛一個工序一樣啦，哈，你塗一層，走一擺，塗一層，走一擺。好，原來啊，你個等於如果。可是問題係從按你法案度講去做嘅素質甲來講嘅話，可以當一久啊？差唔多3個禮拜到1整日。哦，3個，我哋算最高一整日來講嘅話，吼。如果有個人哈，一個好愛護牙嘅素質甲嘅話，伊可以當到1.5日，差唔多6個禮拜。咁問題係學平常時做以後，可以正常洗碗洗頭冇冇？可以。咁問題係，咁你講我當一整日來講，咁一整日後如果用，如果落係，還是講我均，我一層一層跌下來啊？唔會哦，唔會來我哋點嘅，再重做落卸甲部分，我哋會去先用保育水去保頓來，讓伊慢慢的融化，然後再來去重新整理人家素質甲。咁你從一層一層按嚟提重重，伊把對素質甲嘅，算是健康度唔會有影響嚇？唔會。我哋有啲細年嘅孕婦攏可以做嘅。哦，嗰種一定如果講伊其實素質甲本帶還是可以呼吸啦，吼。可以。安尼係啲嘅啦，咁你翻幾米，你即係要帶嗰度嘅工具出來嘛？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，一般來講做米甲會用到嘅伊啲，我哋講技師頭啊。一般來講，我哋會準備像我哋嘅磨甲機，還有我哋乾皮剪，還有鋼推，還有我哋粉泡，好紙泡，還有一條
嘅滤泡，也都迄样的基本做树指甲都用得到都先把欧洲的啦，无都唔讲的部分先去用工具去磨，系磨到去除，系然后变成一个最单纯的一个。我问一下，一般来讲嘅方法就要先提最上面嗰层嚟泡系冇？最上面嗰層啊，咱都水面當處理。一般啊，咱都先做修剪，修牙線。修牙線呢，修下來以後，我哋會用磨甲機去做以兩側乾皮的修剪。如果你會有肉刺啊，或特早還是那種，還有上緣的乾皮，我哋會先去煎好。煎好了以後，咪下我哋會開始去做上面指甲輕薄的拋取一下，因為當我有時技術這個舊的吼，你從接觸化學劑嘛個，其實當我有其實污垢、黃黃還是污澀，嘿，啊，我哋如果用粉泡，咁我用紙泡，依這種指甲的厚薄度來去做一個處理，處理好以後出槍來，我哋會上指緣油，吼，用滋潤兩側乾皮，嘿，用伊較唔會按糟。好，嗰是等於講一片的一個工具，其實都做最開始的一個初步的整理啦，先整理人個肉啦，吼，人個線啦，嗰度，然後最尾咱開始真是咱喺上面畫圖啦，冇乜嘅。佢種基本要帶來係個甲片，係咪指甲片？甲片也有造型，像我哋有暈染，好，還有一些手繪的都準備也用的滾種片有它甲款。係啊，因為等於如果咁對人來講嘅話，那其實唔單止一開始嘅護理，嚇，等於講要保護也會肉嘛，嚇，甚至去調整也會線。但後來去畫嘅就算是我哋甲片嘅時間，像人講渲染啊，無論有人嘅畫個圖形啊，無論講 Q 人嘅佢有行嘅棒球啦，畫喺個棒球上面。咁做一啲美甲師來講嘅話，伊愛有畫圖嘅功力。一開始都我會建議講，唔困老師學下以後，我會大量的去學習練習你畫嘅技術。因為其實練習嘛個重要，你冇大量練習也就甲片吼，你都冇法度累積人家技術。因為人家嗰多年下都會拿相片來本看，我要做嘢咧圖，我要做嘢圖。所以我先練習起甲片吼，練咧幾個技術還唔會讓累積人家經驗以後，後擺你還拿圖片來，你咧做嘢數較唔會有失誤率。所以我哋建議開始都要先練甲片。咁一般嚟講，譬如講我哋以前講做頭毛嘅嚇，做頭毛以為有啲假人頭嘛嚇，咁更加有我哋可以練習嘅嗰種甲片。有啊，更加輕度安尼甲片可以用練習。因為一開始都冇練習甲片，你真係冇法度做人客。因為你下個數指甲長短圓邊，乜個形嘅都有，所以一開始都唔買嘅甲片有好多形嘅，有長嘅，有方的，有圓嘅，有尖嘅。嗰時你都可以練習在佢甲片後，後擺讀到你下個數指甲，唔能夠容易上手。我說其實每一個形冇共樣，但是我哋針對都是有啲冇共樣嘅形而做，而且頭頭我哋發現到講，美甲一件事情唔單止係做樹指甲嘅，還有腳指甲。錯，我哋有時幫我困一下做一啲逐步嘅矯正。像有的人嘅腳指甲，伊可能天生都會有擋甲問題。有的人話會有捲甲問題。像有一兩個問題嘅方案，我建議你讓我哋點嚟做一啲逐步嘅矯正。好，因為我哋給他矯正，會提供一種那種反向矯正膠。像利用安尼膠，用牙樹指甲綁個平一些，那唔會較容易擋甲。有時嘅像我哋平常時會去先去學習安尼技術，學會嘅時間，咱可以點樣去做幫客人操作，去做一個矯正。唔免美甲點樣都有安尼技術咯，所以還是建議講，你來專業一點嘅，那有法度做安尼矯正嘅部分。如果你擋甲部分都係講，如果你係先天腳趾甲個捲，肉個爆鬆來，生出來如果插到嘅肉，腳趾甲插到肉。如果你係後面，佢個剪太短，你剪得太短咧，反而咩腳趾甲都生唔出來，嘛會撐到肉，嗰時都有功能嘅問題。像安陽聰嘅法律建議講，年下可以去本醫生看。所以如果講有時間，你佢個唔對，你有剪腳趾甲，你可以先來專業一點嘅，做一擺保養修剪。安尼下擺人規氣，安尼嘛我困講，我有剪人家腳趾甲，咱可以用人家腳趾甲邊講，嘛冇有安尼擋甲問題、功能嘅問題。嗰種美甲一件事情其實唔單止講可以去做假，其實嘛可以做一啲健康。休息下喎，下段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內容哦。
发过来福起来，所以这么来自俺的屏东联络的起琴，来到线上的分享讲，可以的美甲点的可以读到某个事情，或者像每个以前这个可以点的可以12年了嘛吼，一生嘅如果有影响过什么银行？有，因为俺哋嗰度银行都係幫俺哋做研究嘅吼，其實因哋更加對數字甲嘅要求攏清高。啊，相對伊對俺哋要求嘛，會越來越高，因為伊更加做19年，伊也經驗嘛更加佫多誒。伊伫做嘛個書，可以也書風較正，所以如果話講，也咧做誒無好吼，可能會演員啊、特班啊，還是也咧無疊章哦，都要求都清高。啊，所以俺哋攞去講好，因為你按要求，俺哋那會越來越進步。好，如果你按高標準的銀行吼，俺哋無法度退步哦，可能馬上阮配得點價去做的哦。真實的，因為其實吼，可能有的嘢是講，今年喺銀行裡，希望吼，我嘛可以抽嘅味嘅，什麼？因為其實人做完倒擺，太陽都提供，伊看到我哋講，伊看嗰個美甲師嘛，佢多啦，然後伊都寄生用啦，然後伊都畫個圖樣啦。嗰個其實相對來講嘅話，其實更加業業行業，其實冇簡單嘅。好，因為這個。讀到幾間銀行其實嘛幾錢嘅，唔像12年前啊，睇間嘢都唔知收個張都好嘅，但是其他有啲人真係做到幾久以後吼，伊真係對一些譬如講新出書嘅嗰度，我哋講美甲師來講嘅話，伊可能會有幾多無強嘅要求。係啊，嗰種我想請問一下你講，因為其實你這個嘛快12年以後啦，吼，你主要嘅工作有怎樣樣？有哦，像有的美甲師伊做久的吼，唔要肩頸酸痛，如有時可能長期拿甲油膠吼，拿到手可能有時久會刺激。啊，有的人吼可能看久些東西，挖的時候挖久的，嘛會啃死人，啃老闆人。啊，像我去甲個驗充一些，像我係因為長期啊，都已經接觸的化學劑的東西，比如講我哋卸甲水，吼我哋寧清。還有我哋酒精的消毒工具也都，因為我長期去描一條東西吼，我手可能面下都有一些接觸性的皮膚炎，而且係感染衝嘅種哦。我只要長期啊，你冇帶手啦，要做人下吼，手一描到一條東西吼，攏過敏的感染衝。所以嗰時路上講，比如可能有嘛方法改變哦，可是嗰種冇法度呢。醫生都講，安尼東西都係你長期都描一條化學東西，每日都可以描。沒有久的，如果有安尼職業傷害，係冇唔錯。有時有啲嗰種可能講揮發性嘅啊，其實是用皮的嚟吼，伊嘛會影響到我即個身體。家中吼，今年家中用嚟咧，譬如講電視前前面嘅一個觀眾朋友也聲音嘅啦，吼羅曼也順嘅啦，喺邊嘛希望講可以做美甲師，有乜建議？我建議講吼，如果你真係個介意做美甲嘅工作嘅話，你真的要保持過他的熱忱，因為其實做事個嘛過辛苦。你坐下去一做落3點鐘，到2-3點鐘左右哦。可以講休閒的啦，亦都可以冇咁耐心。所以其實我有個堅持嘅理念講，我做嘢嘅行業，而且我個上網嘅練習，大量嘅練習人家甲片，去練習人家技術，用人家技術，可能暈染呐，吼。貼鑽呐，還有人家手繪的造型，就練個多的東西。因為個多人中途會怯場，係因為伊感覺講練也太辛苦誒，練安尼一整日是可以穿運動咯。伊得數十八3點鐘，穿無到5、6、8個月，你話安尼上哦，啊如唔想安辛苦以後，所以其實我對美甲個有個大熱忱，那有法度堅持下去做嘢的行業。嗰個我有啲問題嚟講，譬如講像有時間我哋會檢討冇，好，譬如講伊啲設計師，伊可以睇下染嘅時候，伊做嚟也染，因為其實染嘅時間會有時間差嘛，哈，然後伊做嚟也檢討下冇，但係講一定可以負責3-4台，啊，有時有出書嘅話，伊哋可以講啊，某個時候要加呀，某個時候要加呀，佢種能可以冇？哇，我哋冇法度哦，我哋做一點年哈，如果只能張籌伊面前做3點鐘，這個冇辦法， 2點鐘，要 A 小姐籌呀 ，B 小姐籌呀，C 小姐籌呀，哎，反正也是你的業務時間，我如果做要張你啦。冇，我哋一般做數字個一定要1對1的服務，而且都會服務到底。一開始做的都其實中途可能用人家送片的時候，他又都會用我哋整理好也數字個修好以後，我哋攞請人家先去送伊的片的時候，差不多嗰時已經1個點鐘左右的哦。
啊，等光了，接顿下去做的吧，一般安尼做都无法去入去输，可是都要量的点。一点一堆一都，比如2点钟、3点钟，没办法讲，你做反正你做光疗嘛，喊他啊，我都做另外的嘢，没办法。无法做，咁一对一。果然能用个牌咯。工人安尼如顺顺的排，从3点钟已经入行，2点钟已经入行。啊，有时一几日的做下来，真的安尼都无法度时间吃东西。因为24点钟嘛，讲3点钟了，要一点都8点人啊。假如讲对11点钟，11点开始排吧，都8点人嘛。咁等于讲，其实工人的时间都等于讲。慢人先用都排慢人，冇办法总人参与来。冇法度，安尼都一天都做下来，你下都2点钟都2点钟，3点钟都3点钟，冇法度中途再做。工人做到一暗晡啊，唔記得冇？有，我早期如果係做吧，早晨就8點做到凌晨3、4點。哎呀，而比有的人真係做年三十，翻做以後那我錢嘛，什麼因為時間，我都唔會做事吧，我都可以真的可以做。可以做讲的数字，咁樣我年30咧翻做做起以後，我真是都可以去set到係咧，都可以去做數字噶。可是你即刻做到3點，係早期嘅時間，而家可能冇辦法。而家冇辦法噶啦，哈。但係個時候有啲問題嚟講，譬如講也有時間我哋天時個冷嘅時節啦，像我哋咧睇年曬有暑腳啊，哈，會變，哈。一般嚟講我哋應用去保護嘢的，冇得講去保養咯。健康安尼，如果你喺卡要做保養嘅部分，安尼我建議你下講，你可以買一瓶去角質，再買一瓶乳液，還你可以卡先做一啲去角質，係嚟是個老廢角質去掉，咱困去梳咗搽一啲乳液。如果個份人梳腳還是特早嘅吧，你搽到乳霜，帶一啲梳蠟嘅啦，做一啲抹，用腳那唔好按別咯。如果你講腳裂到個嚴重嘅，像有啲人可能。已經變係嚟啊，疏鬆嘅嗰種部分都等，係，從嗰種嘅腳，我建議你講，等傷口好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做啲處理，我哋可以用磨頭嗰種，可以做啲處理磨腳皮，因為人家腳皮磨好嘢都較順較強一些，唔過去再做保養嘅話，會較強。佢從一般來講嘅話，日日係咪要先全部先浸水浸過，浸溫水浸過，比如過軟線嘅時間，攞嚟做我哋講除腳皮啦。冇都講係，因為其實蠻粗嘅話，其實嘛除唔除啦，冇辦法把個腳皮除下來吧。錯，我哋一般都有一啲泡腳機，用一下先浸一下，然後再用一啲資源軟化，軟化人家硬皮，然後去做一啲處理。處理係以後，我哋會建議人家講，如果時間允許嘅話，最後再做一啲敷膜，我哋有啲蜜蠟敷膜，用一下個加強保濕，用一下腳修護較夾一些。因為係天嘅問題嚟講，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啊，人咧指甲濕腳，我話講凍甲啦，後你譬如講佢手指甲，伊腳趾甲嘛，我台灣嘅腳趾甲，安尼已經凹到入去肉地位去嘅，甚至有啲人因為剪唔到，因為假使有啲細剪嘅可以剪嘛，但是有啲人剪唔到，有真係會塞到入去嘅肉地位。但一般來講，因為其實像有啲人入去腳趾甲，唔知係可能係以前有香港腳，還是乜嘅講，入去嘅腳趾甲都骨盆啊，一部分按樣處理咯。像一般有骨盆的話，有分兩種，一種係很多灰指甲，我先可以啊腳趾甲底部有空心嘛，有空心的話，一般也都已經感染到灰指甲了。如果只是後甲，那個就是後甲的感染。像嗰種我建議嘛，可能去陪醫生看一下吼，點一啲藥嘅，讓伊下腳較夾好。嗰時你前去做我哋講醫學嘅處理，係咧係哪來？根本你嗰種已經建入去嘅，你哋咁樣可以處理冇？可以。我哋一般如果萬一去嘅班，我哋會去講，咁我哋做我哋捲甲矯正嘛。如果萬都已經功能嘅班，我哋會稍微看一下嚴重性。如果藤洋蔥當然可以請醫生處理。如果唔會跟洋蔥輕微，我哋點嘅一般我先噴酒精，然後幫佢做個處理，因為而家腳較冇按痛啊。係有啲講，因為像有啲時就譬如講，唔能處理係咧係。好，已經個平整了，但是伊按樣嘅去撇面，伊還把佢腳趾甲又安尼又怎麼樣地步去咯？一般來講，我去講，你剪腳趾甲啊，吼，唔好剪得太大，吼，我剪平平，而且盡量超過兩肉，較安尼，咱可以順順的上。超過兩肉哦。係，超過兩側的肉，安尼人家腳，咱唔會禮拜上出來時，咱唔會插到肉。有啲人都講，按冇留按床，可是佢唔係床，佢係剪平來。佢人家
肉切平，那唔会下摆肉就是脚趾甲生唔出来啊。因为平常时间的特大生出来插到肉吼，一般安尼都会当家问题。冇错，係。嗰數其實我嗰度遇到嗰度會算是太嚴殺嚟講，嘛，其實伊真係會有安尼問題，而且伊做起來講，伊等下的咧指甲剪吼冇按好啊，因為佢有專門修安尼嘅，安尼講指甲濕肉嘅一種剪刀嘛，但是以前做起都冇嘛，嗰所以咧有時真係剪唔到一件凹下去嘅，甚至如果以為一層，最尾都全部這麼一個肉地步去。佢個節目個最尾對啊12年來嘅路程有乜嘅想法？一般来讲，从12年之内吼，我嘛要搁感谢我的老公，还有我的公公婆婆，还有我几间娘家妈妈一片，吼，有因来按从来摊数做生意的啦，吼，看来帮忙，我那有法度去做我的工作，还有有些暗不头啦，假日嘛可以做一条老人客哦，系啊，然后如果冇因来摊数，我真冇法度个风险去做我的工作。所以更加有一人的特殊的方案，家庭跟工作可以两边兼得。加上来店的吼，嘛有4个美甲师可以特殊，有一人互相支援，其实大概可以做事方面都会较顺利。一开始你都爱解决这个人家素质甲的问题，但是慢慢的，伊唔单止行出这个路，同时嘛开创了这个事业。今过感谢我的意见来到现场分享很多安精彩故事。多谢主持人，多谢大家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听下在现场来强下运动哦。我跟福喜来的观众朋友，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，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